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！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2，旧历的10月18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要来讲，警察面对着民众，千万唔通起性地，也若无，警察拢较输面。台南一个男子伫路边停车，因为车顶的老爸无下安全带，警员甲砸入来开单。这个男子真袂爽，骂警察野蛮。这个警察性地压起来了。 用这个辣椒水来喷伊的目睭，佮甲扣伫个顶仔骹的条啊，上尾啊，甲锁喉，甲掠起伫警车。中官认定这个环境使用辣椒水的时机有明显的疏失，家己一支的小过。法令规定就是要下安全带啊。 这个生出来查甫人伫咧路边，甲警察一句来一句去。我唔免你甲我指导讲，我甲啥物人开单啦。原来是车顶的爸爸无下安全带，警察看到该砸落来开单。不过生出来查甫人真不满，讲头前搁一台轿车违停，偏偏敢针对伊，会愈想愈气，佮讲傲慢这两字。 你甲讲一遍傲慢，讲看卖。开单的警察听到傲慢，气不噗，要将鬼给铐起来。我拢讲傲慢，你妨碍公务，公然辱，我犯了什么公务啊？为了警察撞过去，为伊的面喷环境水，拢总喷一摆。生出来查甫人如不服，随地念警察傲慢，两只手尾互警察给铐起来。整个执法过程当中相当的蛮横无理。互生出来查甫人上不满的是，先怎讲傲慢会互铐起来？一个警察执法受过超过。难道讲傲慢两个字就有错了吗？没有什么这么严重，讲吼，甲烤啦，甲喷辣椒水。 警察局经过了解嘛，认为警察用环境水确实做唔对。我们决议从重予以处分。警察了交通，拄到民众性地歹，会当录影提告，用环境水共攻击，嘛已经甲这个警察处罚，去一支小告。